快天来，安尼面容最好迄个地方啊，有人就适应到，啊，这个安尼个，安尼好山好水啊，啊，另外行来行去唔到面容山啊，所以佢一快天来就地爱安尼挨做的土壤的。 要么像安尼放批放好诶，收好遐橘子后吼，啊安尼啊嘛要家己洗下个，洗下个种整理比够优壮个，啊整理好诶就整批拿去摆药啊烧安尼。像安尼，除了拉坯，啊，种个陶板成型。 啊，安尼啊，总会按着雕塑，啊，雕塑伊咧，佮困难咧，安尼，伊咧经过烧，啊烧，像个啊，阵就用潮烧，啊潮烧困难度过高，由于亚温土啦各方面吼无法控制，啊安尼啊阵咧复上吼，安尼底部安尼空心的啊，毋要实心的，所以安尼啊蛮做好的，吼啊伫遐做小。 整理的部分，吼啊，该整理啊，搁有假做过去找药去才个烧。哦，要嘛还咧做。 排药的动作，啊排药吼，要注意火路，吼啊东西做唔能粘到，要保持呀，大家呢火要做的路线，所以安尼嘛做一种过特殊的编法。 来捏哦，来捏啦。也嘛了枫叶，啊枫叶最重要的就是叶子做唔得熟的，啊也做唔得黑的，我家来一般黑的啦，所以这个枫叶来啊，这条就冇对啊，这个前面的，用对省的左右两边这层，啊也嘛了枫叶。好好的，啊排药排好的，啊也有。 排药排好，哎呀，最后的程序就会封药，哎呀嘛，那个嘢，那个东西就冇在排药里面，所以要这个一点完成。
班的，哦，啊，也蛮丰富的，都要在烧，啊，烧都要3、4年起啊，只个，哦，也蛮丰富的农业门啊，哦，这样的。我们还没结婚之前，其实我是知道他这份工作蛮辛苦的，因为在台湾，在国内来讲，艺术创作是蛮辛苦的，所以每次看他工作很累啊，就是说很累的那个过程，那我会问他说，从中有没有很大的成就？他的回答总是说，就喜欢这份工作，所以也不觉得累。当然会啊，一定要支持啊，因为他是我的另外一半啊，所以你不支持他，我不支持他，谁支持他呢？也是要看一下气候状况怎么样。药们丰富的之后，俺们对鸦片开始生火。俺们也蛮还咧做热药啦，啊，伫咧药的底部搁着水分，搁着水气，所以俺们先烧咧100度，干底部的水气，先解烧黑，烧3、4点钟吼，啊面的有限的就烧安尼200度的安尼吼。啊，到时个正式开始烧起来，做在烧完个夹，咱唔要讲作品包起啦，因为作品吼有水气啊，按烧太夹会崩的啦，所以就会慢慢的烧啊。把上面的那个，我看这样不行哦，拉开来会冲太快哈。你看这边哈。先把木材拿出来还是怎么样？哇，修短纹啊！这样，李大哥，我们这个哈，这样会炸掉的。啊！奇怪，可能都糊的。好，炸掉几只啊？啊，也有大的那个啦，也有茶碗啦。
作品特色啊，也蛮神特价，所以就作品就包起来。所以变咗你讲下来，冇必再审文的，啊讲下来，等推文之后，听下再重新干作品整理，能继续再写。那阿志烧柴窑呢，跟我们烧电窑最大区分不同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以教学为主，那小朋友的作品，我们就是要求要稳定，所以当然是以电窑为主。那烧柴窑，那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它就很像我们买乐透一样，可能这窑开了，可能你是中大奖，但可能也有可能是烧了一堆垃圾出来。哎，是先拜天空，然后再对窑神讲话，还是怎样？还是要先拜天空。想出来从小之歌，我就祝那个天神，祝我们风调雨顺。现在要拜那个窑神，多水水福，好的。哦，难盖哦，拜面啊！国道3号北高速公路方面，在南下靠近168点，唔了條嘅，咱行街講街嘅都幾嗌啊打。Issue facing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. China forced its Roman Catholic. 最近可憐嘅店，啊下有下家咧，食便當要看未啊？啊，食泡面啊咧！係哦，食便當哦，下家都辛苦啊！说到阿志这个人哈，我觉得我很羡慕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他可以在美容那么样一个令人很舒服的环境当中，在那边生活，在那边创作，啊，这个我有时候想一想都觉得有点不平衡啊。难怪呢，有时候我们在他的作品当中呢，可以看到一种让人很舒服的感觉啊。因为人处在一个环境当中，那个环境如果可以让他觉得很舒服的话，尤其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啊，他在一种绝佳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环境跟气氛当中，他可以尽情的把他的想法啊，把他的一些观念啊融入在他的那个创作当中。好，不用。单位有开，哦，袂歹哦。我看见了，哦，对，我聊起来哈。我即摆要互伊900，要互伊还原咧。900。啊，唔够1000。好啦，啊，来讲。啊，好啊，你就拼，你就弄啊。你带呀，打死你。
闷啊，卖得弄啊！我呀，伊要拍。哦，卖得弄啊，在油豆鱼行。窑为什么会漏气啊？有啊，那个有的时候会热，会把那个缝隙打开啊。哦，这个重点呢？你好，哎，好好好，叫我。你好，好，哎呀，你啦，那个挺乖的啦，还设计的就。哦，这个要足推好啊，要推进去。哦，有看到哈？有。哎，推过去右边，然后倒过去，左边推上，要会倒，足推，它不会倒。啊。风机啊，做风机啊。哦，对，哦，对，这样啊，好，哎，这样，不是用这边好大的，用大的进去。哎，对，这样就好。这个要推，慢一点，不要太近。哦，我开始，差不多。我一定要去。慢慢拿，不用拿。加茶汤就可以了。好懂了，不想。现在油温多少啊？是快1200度了。所以现在炉内的实际温度到底多少1200，1200。1200度左右。对。累不累啊？对啊，当然累啊。这个贴的很亮。嗯。啊。那为什么这样？效果啊，故意的。哦，你故意的。哦。你看，这个就是那个。哦。上面那个有没有？嗯。这个板子那个，下来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就粘住了。这个很像你的啊、哦。哎，我的。This is the best part。这回要招你。我还是有点，是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踢破啊，对吧？你像土有问题哦。对啊，你不是每个作品都踢破啊。但是是气泡的关系，还是说那个炼土的气泡，还是拉胚的气泡？有点气泡啦。很像炼土的时候气泡哈。有一点气泡啦。你看我们烧的东西跟这一窑烧起来，这个大体上看起来是非常成功的。
整个釉色的表现跟火候的感觉，是真的可以发现说窑烧的那个柴烧趣味性已经出现了。尤其像这种作品，整个作品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作品，但是它的层次已经出现到非常的多的层次，让人感觉一个作品里面就有一个千万的变化。尤其是它这个配图，在配图里面有一些出现那种燃烧的那种味道。因为燃烧在烧窑过程中是要选择比较特殊的环境，那像这窑这个配方、这个配图，感觉起来就非常的丰富。亮掉啊，它里面，这次的作品大致上还算可以啦，缺点就是很多图里面有起泡泡，那就是变成说它是不完美啊。那整个窑的气氛落灰，大致上作品漂亮的很漂亮，两极化，不好的不好这样子。该好啊，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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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拢未看见。